今日帶大家嚟挖掘嘅就係珠海歷史悠久嘅潮陽市場。以前香洲漁港就喺市場嘅旁邊，漁民嘅海貨一上岸就被運到市場中售賣。到今時今日，呢度依然係珠海最重要嘅海鮮市場。8、90年代，如果你問老香洲嘅人要去邊度購買，一定喺潮陽市場。以前喺3樓仲可以買時裝嘅。我做師奶呢10年，屋企嘅靚餸、靚肉、靚海味，全部喺度買嘅。首先係呢間乾貨店啦，我幫襯咗成30年嘅。老細你好。廣東人屋企咧，一定要識一煲靚湯。我喺坐月嘅時候飲得最多嘅就係花膠湯啦。花膠一定要喺現場揀過先好買啊！嗱，呢隻咧就係敏魚肚，敏魚肚啊固然靚啦，但係我就係比較推薦食黃花膠嘅，因為佢性價比高。點樣為之靚花膠呢？你睇下，冇瑕疵冇穿窿，幾靚！一般咧我都係晏晝先過嚟買餸嘅，所以我知道有一檔豬肉咧晏晝會嚟隻新鮮豬，就係前面嗰檔啦。老細。下晝係幾點鐘嚟㗎？嗰隻豬今日？呢隻豬應該係一般都係1點半鐘。嗱，我都話㗎啦，一般下晝都係1點半會再嚟多隻，因為檔口咧都係冇冷櫃㗎。如果早上嚟嘅豬到咗下晝就怕唔新鮮啦。呢一條街咧就好多批發嘅，全部係供應俾嗰啲餐廳嘅。呢間鋪我都幫襯咗20幾年㗎啦。你睇唔睇到啊？呢個美國進口嘅，你睇下幾靚啲雪花紋路。呢個咧就係我個仔同我都最中意食嘅去骨牛小排，你睇下切出嚟幾靚。你仲可以按照你中意嘅大細切佢嘅厚度啊。通常咧我最中意切一個手指咁嘅厚度嘅。以前咧我都要成嚿買㗎，而家老細服務好好啦，可以分開拆開一片片買。呢間皇冠三文魚咧，好多5星級酒店同埋高級日料店入貨嘅地方。你睇呢條丹麥嘅三文魚幾靚，哇！你睇下呢幾排海膽幾靚，我想即刻攞翻去食。原來香洲埠有8年歷史嘅魚檔唔喺市場，係我後面嘅呢個國世紀魚欄店，佢係香洲埠流傳至今為數不多嘅百年建築。如果大家有潮陽市場嘅舊腸，快啲發落評論區啊！一齊建造老香洲嘅歷史。